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C-Doctor 嘅阿 Sam。呢次我哋好榮幸受到深圳美年大健康嘅邀請，帶大家嚟到呢間喺內地上市嘅大型體檢中心做實地走訪。好多香港朋友都會問，點解要北上體檢？點解要了解內地醫療？我哋呢次就係帶住呢個疑問，以香港人嘅視角一齊走入去睇睇，是否真係方便？設備係咪可靠？流程係咪順暢？係咪真係能夠幫到香港人？我哋唔係純粹介紹機構，而係為你哋去走一走、睇一睇、了解一下。行入美年大健康，第一感覺係呢度唔似傳統醫院，反而似一間科技體驗中心。我哋受邀參訪嘅過程中，特別留意到幾種對香港人好有利嘅服務模式。一站式檢測流程，香港做體檢可能要分幾次，預約幾個部門，但呢度由登記到完成所有項目，全程一條龍，大部分檢查2至3個鐘頭搞掂。特別設有港人 VIP 專區，唔使同人逼，可有專人陪診，溝通無障礙。設備同香港睇齊，價格比較相宜。我見到佢哋使用嘅128層心臟 CT、西門子磁力共振等，與香港私家醫院嘅設備係同一級別。同樣項目，價格大概係香港嘅6至7成，而報告可以帶返香港俾醫生跟進。我哋呢次唔係淨係聽介紹，而係真係睇得到、問得到、感受到。港人專享通道，南山分院特設港人 VIP 區，由預約到完成報告，有專人用粵語溝通，唔使擔心普通話唔流利。報告跨境對接，做完檢查，你可以拎到詳細報告同原始影像，方便你帶返香港俾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跟進。大灣區健康管理新模式，國內而家奉行嘅唔只係有病才醫嘅理念，而係預防性監測加長期管理。佢哋引入咗可穿戴設備與 AI 分析，可以持續追蹤你嘅心率、血壓、血糖等指標。呢種持續健康管理概念，正係大灣區醫療發展嘅新方向。今次走訪，我最深刻嘅體會係，朝早過嚟深圳檢查，下午就可以返香港，第2日就攞到報告，又快又方便。呢一種無縫銜接嘅安排，正係大灣區醫療融合嘅實際體現。地理位置，福田口岸轉的士過嚟8分鐘就到。服務感受，由預約到取報告，全程有專人跟進。健康理念，輔助診斷、預防監測、健康管理更有前瞻性。今次我哋受美年大健康邀請，親身走訪，就係為咗幫你哋睇清楚呢種大灣區醫療新模式係咪真係適合香港人。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多，想試試北上體檢係點樣嘅，記得留意我哋 C-Doctor 後續嘅深度報導同體驗分享。我哋會繼續為你哋走訪更多唔同類型嘅醫療機構，幫你揾到最適合你嘅健康選擇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最後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